伫咧新竹有一间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，已经有79年的历史啊。内底有一支60公尺高的大烟筒管。当年4月份至9月份的时阵，拢会有一种真罕见的夜婆，叫做双毛夜婆来遮洗炭。最近发现已经有80多只休伫遮。有老师带学生来遮认捌这种夜婆，嘛互因了解保育的重要性。台湾夜婆学会成员带学生来到大烟筒边啊，教安怎透过器材来听声门夜婆发出来的声音。当天渐渐开始暗，总算看到夜婆飞出来找食的物件。经过解说，让学生知影保育工课重要性。眼力要够好，你要去看说它飞行的轨迹，像鸟就是很顺下去，然后呢，双毛蝠是有点上下，让大家知道自己生活周遭有就是类似这样的保育类动物，可以去保护它。这些蝙蝠都是妈妈，然后他们就是来这边生小孩的。那再过一阵子，他们小朋友就会出生了，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边的环境，还有头前溪的环境去做觅食。这款夜婆名叫做声门夜婆，主要活动范围包括俄罗斯、中国、日本以及台湾。踮台湾第一个声门夜婆族群是民国99年才伫新竹市发现，也是目前唯一的所在。10年上来讲，其实它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啦。那这个下滑其实有时候会跟周围的环境，慢慢的有一些大楼，那还有周围的觅食的地方也慢慢的消失，可能多少都会有一些关心跟影响。当年4月开始是声门夜婆返来生囝的季节，原本市府当喺现场进行的大烟筒修复工程，嘛已经暂时停工，等待遮的贵客顺利探证了，才继续施工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